Life in the UK test 溫一日都嫌多啦，見到有人話為咗準備呢一個 test prepare 咗幾個月，又買書又去狂做 mock paper， 又係典型嘅選擇大於努力嘅例子啦。你只需要喺 YouTube 上面搜尋 Life in the UK test， 你會揾到一個 channel， 裡面有40條片，但係你只係需要溫17條片。所有人都 comment 話，只要溫晒呢17條片，輕鬆合格，完全冇難度。我就係考之前嗰日用咗幾個鐘頭睇晒呢17條片，每一條片只係10分鐘左右。第一次睇用正常速度，第二次開始就加速咁睇，就係咁輕輕鬆鬆就合格咗啦。好多人話自己明明已經好努力返工，點解生活仲係一潭死水？有冇諗過你嘅選擇係錯咗呢？就算你返工幾勤力，幾願意卑躬屈膝都好，你都冇可能透過返工呢樣嘢財自同埋提早退休嘅。你想要財務自由，想早日可以享受到生活，你就必須要選擇返工以外嘅賺錢途徑，例如係投資，例如係做生意，例如係做自媒體。記住，選擇大於努力。你只係識得返工嘅話，其實你同新界隻牛冇分別，幾勤力都好，都只會徒勞無功。你又覺得自己有冇努力生活呢？你賺錢嘅方法又正唔正確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